我哋細細力撐香港咧，就邀請到Sony Chan，大家都好認識㗎啦，即係亦都知道啦，不需要香港朋友大家好，多介紹啦。咁就接受我哋嘅訪問。咁今次係咪第一次喺視像咁樣訪問啊？第一次邊度有人咁有心嚟到巴黎探我啫？第一次，好開心。我好榮幸啊，真係好榮幸有機會你又肯搭爹咁樣接受我嘅邀請。我好開心，因為其實我自從喺法國電視台唱歌呢件事之後咧，就我都收到好多香港朋友嘅 message， 咁我都盡量答，但係就答唔到咁多。而我自己其實就電腦白痴嚟嘅，所以我可以藉住呢個機會，其實真係多謝所有香港人俾我嘅 message 啦，同埋你哋多謝我話唱咗一首歌，講到大家心聲。其實我係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途徑，同大家 say hello，話俾你聽，我喺外國都好關心你哋，同埋好多法國嘅朋友亦都同我一樣好關心香港嘅情況。就係咁多咯，所以即係你哋都唔使客氣，多謝我係即係大家一個途徑，憑住 internet 或者電視，大家一個支持。